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，真正是有够幸运的啦！这是嘉义市有一个40多岁查某人，伊伫好到菜馆头哦开2000买2张1000块的这刮刮乐，结果呢刮到第2张的时阵真幸运，伊去刮到1200万的头奖哦，扣税了后还佫会当现领900多万。伫个嘉义定位区买一栋全新的老仔厝还佫有剩哦。这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3号这间菜馆行也吸引袂少人客上门，大家呢拢想要来分伊福气。 欢欢喜喜伫店门口放炮啊，搭红纸。嘉义市这间菜馆行有一个40多岁查某人买刮刮乐，得头奖1200万，嘛，互菜馆行透早一个开门，人客就一直来。彩券行刮到大奖1200万，所以我特地来刮，沾沾喜气。 民众嘛拢真希望在新爷会当来照顾一下。头家讲，迄当阵得大奖的查某人买2张刮刮乐，想要到其中1张就得头奖。 常客，然后他就是来买2张1000块的刮刮乐啊，第1张就已经先中1200，然后第2张经过确认以后，确定是头奖1200万，1200万的奖金扣税了后，佫有900多万，这钱当伫家己的定位区买一间新的透天厝。过年时啊，在新爷就遮尔甲照顾，嘛，互大家拢足欣赏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